政治消息来看，民进党立委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的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。检方查到伊涉嫌以假助理铺保加班费等等的方式，不法摕到要1500万。也若因小弟甲地夫啊，也佮有通化市的主持、释放地等等10个人，是以涉嫌犯贪污、背信等罪来起诉。目前林大华因小弟甲地夫啊，是以100万交保，也若释放地是80万交保。 今年1月，民进党立委林大华被带登调查局南溪站，伊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案件自杀定结。林大华、伊小弟地夫甲通化市主持等10人，遭贪腐背信、公益侵占等罪起诉。共同基于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，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之犯意联络，合计诈领薪资、助理加班费。 检方发现林大华涉嫌找2个假助理，伫伊做第7到第11届立委的时阵诈领助理费，不法所得超过1473万，也针对5个助理加班费的部分，指定应该还的费用不是申报接受了后，要求助理交回加领费用。林大华团队照常运作，按过政府服务处台北办公室拢无看到本人。 林大华发声明表示，侦查的时阵努力证明清白，会将证据提交法院，争取公道，会全力配合司法程序。因为问心无愧，这段期间对高雄服务、建设争取拢袂当，会用行动证明。10位被告目前还有4人羁押，因为第一波受押期限今日是届满。 昨期押定做裁定，林大华小弟甲姓王的地夫啊，分别100万交保，姓王的会计20万交保，通化市主持释放地80万交保，各禁止甲相关人士讨论案情。因为民进党已经确定高雄市长竞选爱进行初选，起诉是不是影响资格呢？ 涉案当事人他是一个社会知名人士，违反廉政行为会严重影响到民进党的形象。我们并不排除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，就会先予以处分。民进党廉政会表示，林大华和2月已经立案，今日立即临时提案讨论，也互当事人有说明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